我爸爸妈妈虽然那时候我已经是家里的台柱，但是我觉得我爸爸他们还是有眼光啊，还是眼光放得比较远一点，就是希望说我有一个更好的发展。所以就把我留在台北。可是那个时候，你也是一个年轻女孩嘛，一个人只身在台北，相信爸妈也是有点不放心。所以花姐是不是那时候就很阿莎里的说啊，那没有关系，就是跟他一起住就可以了。对，就住在他们家。我觉得我觉得他就不设防，他也不想说我把这个南部来的小孩子。你就随便把他留在家里。其实有一个潜力啦，就是他们第一期有一位学生叫潘丽丽，潘丽丽也是台东来的。那时候他们在集训的时候，也是潘丽丽也是没有地方住，所以他也是请他来住家里。等到一阵子结训了之后，他才让他自己搬出去住，好像还有介绍亲戚让他住家里。所以他是非常关心照顾我们这些学生。那我是第一期跟第二期的中间进来的，所以我当时住进来的时候，潘丽丽就搬出去了。那我住进来也是一阵子，等到我要独挑大梁的时候，他就还怕我说我没有地方住啊，然后就帮我介绍干妈，就是我们金家庄的2位干妈，就让我认他们做干妈，然后去住他们家楼上，然后要吃饭的时候到楼下餐厅来住。所以我觉得很感恩杨丽花，就是她从一开始我踏入圈子以后，她就。我觉得他对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包括潘丽丽也是。很多他们那一期的学生没有工作的，他也是介绍他餐厅，一面打工，然后一面学歌仔戏。而他处处都很关心他身边的人，所以他有今天的成就，真的不是偶然。